有2首，第一首324首，这首咱较熟，咱来唱一摆吼，咱请苏琴甲咱弹一解。这首诗歌咱会伫咧圣餐洗礼的时阵来唱。我做激动，袂得推时，照天律法永远着死，在无法度通救家己。耶稣，我来就你，就你。咱来唱第1节。我做激动，袂得退时，照天律法永远着死，再无法度通救家己。耶稣，我来就你。这首诗歌咱较熟，咱唱到这，咱来看第2首的诗歌，364首。364首，咱手若有姓氏的人，咱会当尽量来摕吼啊，有正边甲倒边。这首诗歌食这饼，啉这杯，咱伫守圣餐的时阵要唱这首。食这饼，啉这杯，就君我永远袂夭饿。食这饼，啉这杯，信靠我的永袂喙焦。咱每一摆唱这，就是唱2摆。咱一个开始会先安尼唱。当长老甲咧分杯分饼的时阵，咱有缘坐伫迄个时阵。你若愿意，也会当来唱这首诗歌。咱的圣歌队也会带咱来唱这首诗歌。咱爱来默想这首诗歌的意思。当然，会众的部分，咱就是一直唱倒边的谱表，食这饼，啉这杯，食这饼，啉这杯。但是伊的意思，歌词的意思，确实伫正边的歌词，搁较咱诠释了搁较好。基督活命美娘是天父对天所想事，食这饼，啉这杯。选民伫旷野食吗哪，总是这是对天顶来的美娘，食这饼，啉这杯。食主的饼，佮啉主的杯，基督伫末日要互你佮活，食这饼，啉这杯。既然食活命美娘，就永远活地。食这饼，啉这杯，咱若用信领受这饼，就会永远活命。所以咱有这款的确信也无，所以咱来唱正边，唱2摆。食这饼，啉这杯。就君我的永袂个夭饿，食这饼，啉这杯，辛苦我的永袂最大。食这饼，啉这杯，就君我的永袂个夭。这个旋律真简单，咱就是安尼来唱，请会众一直安尼唱2摆。独唱咧唱的时阵，咱注意来听伊咧唱什么。咱电视甲遮，必上帝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，阮也要来甲你三甲坐倒，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安静阮的心，有你的带领，祈祷恳求拢上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大咱伫一日，大咱伫一日，要欢喜吟诗，要欢喜吟诗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大咱伫一日，要欢喜吟诗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这时要欢喜来吟诗。咱请咱大家人起立，互相来甲咱的四周围的会友讲：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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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，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请坐。咱当主席，咱当主席，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，愿你甲阮同在。每一日你拢享受靠业的快乐，因带我行信心的山谷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。你安排定着，拢袂差错。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我欢喜顺谈行天路。当咱主席。主席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野的快乐，因带我行信心的山谷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你安排阮。袂袂差错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我欢喜顺谈行天路。咱当主席，咱当主席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野的快乐。带我行信心的山谷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你安排阮当听着，袂袂差错。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我欢喜顺谈行天路。顺境而乐。你安排阮当听着，袂袂差错。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我欢喜顺谈行天路。今仔日的主日中间，咱要来守圣餐，也有缘有兄弟姊妹要来洗礼。无论咱伫圣餐的中间，甲洗礼的中间，咱忏悔祈祷，
咱拢愿主听咱每一个人的祈祷。这首诗歌安尼讲：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福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教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战争。愿你甲阮同在，做我四围的盾牌，保护我无入试探，领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阮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，听我的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福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教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我荣耀真正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四围的盾牌，保护我无入试探，领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全能的上帝，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垂听我呼求，但愿你施福于我，使我境界宽阔。用你话语教导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与才干，为你荣耀征战。愿你与我同在，做我四围的盾牌，保护我免遭试探，令我脱离灾害。愿你与我同在，将在你面前敬拜，做你得胜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愿你与我同在，你与我同在，做我四围的盾牌，保护我免遭试探，令我脱离灾害。愿你与我同在，将在你面前敬拜，做你得胜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愿你甲我同在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四围的盾牌，保护我无入试探，领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于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手请充满世界。做你得胜的器具。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做你得胜的器具。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会众请起立。城门啊，举起恁的头；永远的门啊，恁也着举起。阳光的王要入，迄个阳光的王是一水，万军的摇花，伊是阳光的王。这时，请咱三个来坐念使徒圣经，咱三个来念：我信上帝。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，
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你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毕业中临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在阴府。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，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赦免。肉体个活，永远的活命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犹原徛伫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万关定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愿将主你所敬调的囝儿，愿伫遮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头前。主啊，阮是有罪的人，总是通过主你的疼，互阮今仔日犹原会当徛在伫主你的面头前来承受你白白恩典。主，阮感谢你。伫今仔日，虽然天气无好，总是阮还阁犹原来到主你的面头前，我要来渴慕你的话。主啊，愿伫今仔日，阮所有圣礼典的过程中间，你阁一遍互阮来思考。阮每一个人伫洗礼时阵，阮是伫什款的心志来跟对主你的脚步？阮若是还袂洗礼的时阵，阮的心门是毋是上帝一直咧甲阮拍门？阮迄个时还袂到，所以阮的门还袂开。总是伫今仔日，阮有两位兄弟姊妹，因要来伫遮来接受圣灵洗礼，嘛有一个小儿的洗礼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当经过一段时间，因的追求，因体会到上帝对因的疼。伫遮，因今仔日要伫众人的面前，要来宣告，因要跟对主耶稣的脚步，因要成做上帝的囝儿。伫因的一生中间，因要掠主做因性命的主宰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求主你，互阮所有兄弟姊妹，阮会当接纳因，互因成做阮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。伫未来人生中间，互因的性命一天一天会当更新，拿来拿亲像主耶稣。这是阮每一个兄弟，阮拢在追求的。愿主你的圣神也来保守因，保守因家己，也保守因的家庭，互因也成做因家庭的中间的亮光，会当互一人洗礼，全家拢会当来得救。所以今仔日，阮也要来守圣餐。阮真正知影，阮是无够格的，阮是不配。总是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。每一遍阮啉即个杯、食即个饼的时阵，阮就知影，主啊，阮需要你。因为每一天，阮拢伫迄个罪恶的中间咧经过。阮真正是误会，阮真正是垃圾。总是主你无弃嫌阮，你无放杀阮，你犹原拯救阮，互阮伫遮每一遍通过食即个。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阮知影主你是阮的倚靠。主，今仔日虽然外口天气无好，也阁有侪侪辛苦白天的兄弟，因检采袂当来到即个中间，求主你的灵也亲自来安慰因，互因会当照着上帝你的话，会当照着上帝你的诗歌，伫厝的因犹原也会当来敬拜你。主，阮今仔日恭敬，将阮今仔日所有圣典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，求主你来感动。愿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时，咱三个来看两位的圣经节。第一位记载伫马太福音第7章第18节到23节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18节到23节。18节，好树袂结歹果子，歹树袂结好果子。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，就错伊，迄落火。所以你要对因的果子来捌伊。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，无一进入天国，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会旨意的才会。当迄日，侪人要甲我讲主啊主啊，
愿检毋是用你的名传教，用你的名赶鬼，用你的名行做做官灵吗？就迄时，我要明明甲因讲，我拢毋捌恁，做不法的就离开我去。咱来看第2位的圣经节，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到第19节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到19节。17节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新的。各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，伊对基督，互咱甲伊结合，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结合的即份福我，就是上帝踮伫基督，互世间甲伊结合，无将因的罪过归伫因，也将结合的道理交托我。即时，请咱再来读即礼拜的圣经的经句，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。即时，请咱三甲先来读台语的部分先来。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新的。咱三个来读华语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，今日所要学乐是。就伫主圣殿内，俄罗斯牧师今日要讲到的题目是：洗礼毋是得救的保证，是新生命的开始；洗礼非得救的保证，是新生命的开始。
这大家平安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成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拢伫咧读这本同款的圣经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一样读同样一本的圣经。但是，一本圣经会当成做几若百种的教派。但是，一本圣经可以成为几百种教派。到底圣经对咱的教导是啥物？大家教派的教法无一定同款。到底圣经怎样在教导我们？每一个教派的说法都不一样。长老教会怎样伫咧讲？其他的教派怎样伫咧讲？大家人拢根据圣经，请互我PowerPoint。长老教会再怎么解释圣经，其他教派再怎么样解释成这本圣经，我们看的都是同样一本圣经。但是，到底咱要按怎样真正进入伫上帝所爱？我们要如何进入真正上帝所喜爱的？这个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是的，我今日PowerPoint无对。今日我用一个真大胆的题目。今天牧师用了一个很大胆的题目：洗礼就会得救吗？洗礼就一定会得救吗？一个人真正洗礼就会得救吗？一个人真的洗礼之后就会得救吗？有一寡教派讲是洗礼就得救。有许多的教派说是的，只要洗礼就一定能够得救。所以真侪人伫咧问你讲，请问你得救的日，你得救的日子是当时？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说，请问你得救的日子是哪一天？请问我要问在座，你得救的日子当时？请问在座，你得救的日子是哪一天？我伫路年捌互人问到。牧师在路上曾经被人家问过。人直直问我讲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当时得救？有人问他说：“这位先生，请问你哪一天得救？”我讲我读过神学院。牧师说：“我读过神学院。”我做传道。我做传道。我已经做牧师几啊年。我已经做牧师好几年。你突然伫路边安尼甲我问，我唔知要安怎应答。你突然在路边这样问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伊佫笑我讲：“哈，你佫做牧师，佫唔知你得救。”他还笑着牧师说：“你居然当牧师，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得救。”请问我要问你讲。兄弟啊，你当时得救？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哪一天得救？讲到尾啊，伊讲到底你咧讲啥？什么是得救无得救？伊讲你洗礼是你什么时候洗礼啦？牧师就问他说：“你到底在问些什么？什么得救不得救？”后来他要问的是说：“牧师，你哪一天受洗？”然后我心内真大的挣扎，洗礼的日子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吗？牧师心里就有很大的征战，洗礼的那一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吗？因为无同款的教会对这个无同款的解说。各位，不同的教派对洗礼的解释就不一样。今仔日我唔是要甲你讲，倒一个教派教义是啥物？今天牧师不是要告诉我们哪一个教派的教义是什么？今日我要甲你讲，圣经内面耶稣怎样看这样代志？今天牧师要跟我们讲的是，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如何看这件事情。因为你甲我，咱拢是耶稣的学生。因为你和我都是耶稣的学生。耶稣的学生唔是咧看倒一个教派咧教什么教义。耶稣的学生不是在看哪一个教派如何教导。耶稣的学生都要看耶稣怎样看这样代志。耶稣的学生要看耶稣是如何看这件事情。咱洗礼就会得救吗？洗礼就可以得救吗？我跟你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得救无在伫洗礼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得救不在于洗礼。因为若讲得救的日，就是你洗礼的日，那安尼你的得救是靠这个洗礼。如果说你得救是靠着洗礼，那你的得救就是洗礼这个仪式。得救无得救，在伫上帝的主权。得救与不得救在于上帝的主权。是上帝裁决。现在你得救，你有资格，你会当入还是落地狱？是上帝来裁决你有没有得救，你可以上天堂或是下地狱。所以得救的问题是上帝主权的问题，不是洗礼的问题。所以得救是上帝的主权，不是洗礼的问题。洗礼是对行割礼来。洗礼是从受割礼而来。咱基督徒常常拢割礼，到底什么是割礼？我们基督徒常在讲割礼，到底什么是割礼？割礼就真简单，查甫人咧割伊的包皮啦。割礼就是男子接受割包皮。伫旧约的圣经，人既然是犹太人，你第8天出世的第8天，你都要带去予祭司给你割包皮啦。如果在旧约里面你是犹太人，你出生的第8天，你就要去接受割礼的仪式。然后，互查甫人伫迄个部分到伊大汉的时，拢清气，无伫遐伤过垃圾，有感染性。
男子长大之后，那个割包皮的地方就能够干净，没有传染性。伫旧约的圣经讲甲真严。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得非常严格。以色列的百姓，你不管是你是犹太人还是唔是犹太人，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，不论你是不是犹太人，只要你住伫犹太的区域内面，只要你住在犹太的区域里面，第8天都要带你的囡仔去接受行割礼。第8天你要带着你的孩子去接受割礼。最后讲，伫这个族群的内面，若有人无行割礼，就甲除名。最后提到，如果在这个族群里面你没有接受割礼，你就要被除名。所以到今仔日维持犹太人，还阁维持这个传统。所以到今天，犹太人仍然维持这个传统。大部分人一定拢受割礼。男子一定要接受割这是礼。犹太人对旧约圣经来的传统。这是犹太人对旧约而来的传统。到伫耶稣的时代同款。到了耶稣的时代，仍然就一样。任何人若无行割礼，对因的族群的中间赶出去。任何人如果没有接受割礼，就会从族群当中被赶出去。所以因怎变做有行割礼的，这是上帝的囝。所以他们变成有接受割礼的，才是上帝的儿子。若无割礼，唔是上帝的百姓。如果没有接受割礼，就不是上帝的百姓。怎甲这个割礼求到这么悬？就把这个割礼举得非常的高。即摆问题，咱到新约的时，怎样看这样代志？问题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？保罗讲，行割礼无行割礼，唔是要紧的代志。保罗说，接受割礼不是要紧的事情。行割礼无行割礼，到尾啊，伊伫咧看的是，你有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啊无？接受割礼不是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成为新创造的人。你就是有行割礼，但是你的人生、你的性命，还阁活得久的，还阁在到处伫咧戏人人，你的性命无路用。如果你接受了割礼，你的生命没有新创造，你仍然到处做不好的事情，那你的接受割礼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来到伫新约的时，伫咧传的一个真要紧的信息是。所以来到新约，在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人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，你有成做新创造的人无？这个比啥较要紧？人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，你有没有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？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唔知你有法度通根据这个信仰的历史的演变，你有行到伫遮来啊无？不晓得你有没有办法根据这个历史信仰的历史的演变走到这里来？你还搁咧注重旧约的割礼吗？你还在重视旧约的割礼吗？你还搁停留伫遐吗？你还停留在那边吗？有人讲是咱边啊安息日会，伊就注重爱守旧约的安息日等等遮。有人说是的，我们隔壁的安息日会就还是一样非常遵守安息日。但是我唔知恁遮的人，逐个人有守割礼吗？但是不晓得各位在座，你有接受割礼吗？你若是照旧约的圣经无守割礼的人，你今仔日你袂当，你无资格坐伫这个圣殿内面。如果你没有按照旧约的一个割礼的仪式的话，你没有资格坐在这里。所以伫旧约割礼互人求到遐尼悬，来到伫遮，这个已经转变了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割礼被举得非常高，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它已经被转变了。洗礼要紧吗？洗礼重要吗？你会当伫遮看到圣经安尼讲。你可以看到圣经在这里这么说：信来洗礼，必然得救。信而受洗者必然得救，无信无洗礼的，的确受定罪。不信的必然被定罪。所以这么讲甲足清楚，信佮洗礼的，你就得救啦。这里也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说只要你信而受洗的，你必然就得救了。所以拄则伫咧讲遐，你当时得救，就是根据这节的圣经在。所以刚才牧师在讲的，有人问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得救？”就是根据这个圣经因为我节。洗礼的日子就是我必然得救的日子。因为我受洗的日子就是我必然得救的日子。通过一节的圣经，通过一节圣经，因甲这个物件变做教义化。他们把这个部分变成教义化。因为唔知你即句安怎样伫咧看这节的圣经？各位不晓得你现在如何来看这一节圣经节？有人怎样甲这节的圣经，完了共款照割礼的方式，怎样游甲足悬？有人依然一样把它看作跟割礼一样，把它拉得非常高。你若受洗礼，你就得救；如果你洗礼了，你就得救；你若无洗礼，你就的确受上帝定罪。如果你没有接受洗礼，你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定罪。然后有人甲这节的圣经，再怎样刻伫车呢？然后到处全台湾安尼咧走。有人就把这句话放在他贴在他车子后面，就全台湾跑。
还是搭伫电话条，到处人来行过，是看到即载的圣或是经。贴在电线杆上面，你到处都可以看到。我讲即款的电话条的信仰，无造就人，颠倒足侪人跋倒。这样的一个电线杆的一个信仰，没有让别人得救，反而让很多人跌倒。你有法度通接受基督教的信仰，若用安尼直极端直传落去，衰咧就得救，无衰咧就拢地互上帝定罪落地狱。你有法度通接受？你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教义吗？只要有洗礼的就一定得救，没有洗礼的就一定会被定罪。但是这是白纸黑字刻伫咱的圣经的内面。但是这些是白纸黑字写在我们圣经里面。伊讲，互一切信的人要得到永远活。他说要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。一切信的人，一切信他的人。但你我咱已经信啦。你我们都已经信了。咱已经伫永生的门内啦。我们已经都在永生的门里面了。因为我要请问，你有确信你真正已经伫永生的门内啊吗？各位，我要请教大家，你有确认你已经在永生的门之内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一个应允。我要跟大家讲，这是一个应许。应允是不是你得得到？应许是不是你能够得到？也唔知。还不知道。有人伫30岁的时，足热心，伫教会内面，伫遮，伫咧带歌，伫遐，伫真热心，伫咧带人祈祷。有人在30岁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，带人祷告，带人信主。46岁的时，伫外口为非作歹。46岁的时候，到外面为非作歹。到底上帝要领受伊是30岁迄段人生足热心，就讲你已经上天堂啊，定一生就上天堂。尾啊遐最歹的人生，有算数啊？无算数？上帝到底要看他30几岁在教会热心奉献的那段时间，就认为他已经得到永生了呢？还是要看他40几岁所做的事情，那些算不算数？有人伫头前为非作歹。有人在前面为非作歹。耶稣伫十字架顶伫遐是边有2个大贼狗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旁边有2个强盗。请问迄个大贼狗，一世人做歹，互罗马政府甲钉伫遐。那个强盗他一辈子为非作歹，被罗马军钉在十字架上。照看，伊的人生是乌有啦。再看他的人生是已经没有了。但是最后耶稣甲伊讲：今仔日你要甲我安怎？入龙园啦。但是最后耶稣跟他讲说：今天你要跟我一样进入乐园了。请问伊有行割礼啊无？请问他有接受割礼吗？请问伊有行洗礼啊无？请问他有接受洗礼吗？我你好好想这个问题。请大家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。所有的信仰的议题，你唔通单一化、单一，像甲求甲足悬去，迄会出代志。信仰不要把它单一化，把它举高，这样会出事情。今日咱伫遮，咱毋是咧传任何一个咧教派的教义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传任何一个教派的教义。咱今日咱伫咧讲，你伫上帝面前。我们要讲的是你在上帝的面前。耶稣对迄个大钉伫十字架顶的罪人讲：今仔日你要甲我入龙园啦。耶稣对着在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说：今天你要跟我进入乐园了。各位亲爱的罪人，各位亲爱的罪人，你跟我拢共款。你跟我都一样。咱一世人，咱无可能完全。我们的一辈子不可能完全。咱就是洗礼了，咱嘛阁继续伫咧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。我们即使洗礼之后，我们仍然在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。咱需要上帝的怜悯。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。咱需要主耶稣不断伫咧对咱用温柔的手对咱看咱。我们需要主耶稣不断用他温柔的手来牵引着我们。然后入天堂无入天堂，迄是上帝的主权，毋是你我安怎讲。然后路有没有办法进入天堂，这是上帝的主权，不是你我怎么说。所以唔通迷信讲，哇，某人你洗礼啦，牧师讲我会得救，牧师讲我跟你讲，别人讲的拢无准算，到尾谁人讲的才有准算？上帝讲的才有准算。所以入不入天堂不是听谁怎么说，而是最后是由上帝来决定。你要讲阿门无？你要说阿门吗？所以你唔通随便甲人讲，你会落地狱，你会上天堂，你无迄个资格，因为你唔是上帝。所以你不要随便对任何人说你可以上天堂，你会下地狱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格。所以永福教会伫遮，咱无要传人伫咧传的教义，讲洗礼就必然得救的代志。所以永福教会在这里，我们不传洗礼必然得救进天堂的事。这是耶稣的话，咱看耶稣安怎讲。这是耶稣的话，我们看耶稣怎么说。耶稣咧讲到好树未结歹果子。
耶稣说：“好树不会结坏果子。”耶稣讲：“歹树未结好果子。”耶稣说：“坏树不会结好果子。”对因所结的果子来看，这丛树怎样？从他们所结的果子可以看出这一棵树。耶稣提出结果子论。耶稣提出结果子论。所以你要安怎甲上帝国有分无分？请问你搁倒转来，你一世人到这个你有结什么果子啊无？如果你要想你跟上帝的国有没有份，你好好的看看你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。有人对耶稣安尼讲，有人对耶稣这么说：“我一世人奉上帝的名伫咧传道。我一辈子奉主耶稣的名传道。我一世人奉上帝的名伫咧传福音行神迹。我一辈子奉主耶稣的名传福音行神迹。我应该会入天堂得到永远活吧？我应该可以进天堂得到永生吧？”你看耶稣安怎讲？但是耶稣怎么说？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，拢会当入天堂。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。要入天国，敢有一个条件？要进天国只有一个条件。你有遵探上帝的旨意来行？你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来行？所以这是耶稣的话。这是耶稣的话。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，拢会当入天国。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。独独遵探我伫天里的爸旨意的。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行。来，到今仔日你还搁咧传道？到今天你还在传道？我嘛咧传道。我也在传道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不一定有资格入天国。牧师不一定有资格入天国。你嘛不一定有。你也不一定有。因为咱永生的代志，是咱逐日来行伫咧，甲上帝做连结。因为永生的事情，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战战兢兢的跟上帝做连结。咱真细腻，有当时啊，咱会行到一半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我们突然间有时候会走到一半，亲像彼得，像彼得一样，突然讲的一句话，做一件代志，伤害上帝的国度。突然说的一句话，做的一件事情，伤害了上帝的国度。是照彼得的热心，甲伊的意思，不是照上帝。是照彼得的热心跟他的心意，不是照上帝的。所以耶稣对彼得讲，所以上帝对彼得说：“撒旦退我后边去。”撒旦退到我后面去。彼得敢不是对伫耶稣的身边，佫是做耶稣身边上受信任的迄一个人嘛？彼得不是一直在跟随在耶稣旁边，做耶稣最信任的学生吗？伊的身份突然转变做撒旦。他的身份突然间转换成撒旦。犹大敢不是对伫耶稣身边吗？犹大不是跟在耶稣身旁吗？耶稣敢不是信任犹大，将钱互伊管吗？耶稣不是信任犹大，将钱交给他管吗？竟然伊出卖耶稣！竟然他出卖耶稣！因为你会当看见一个对主的人，有可能到人生的某一个时阵，若无说你全落去。各位，你会看到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，在人生的某个阶段，可能会因为某件事情突然跌落。所以，这个得救的过程是咱逐日真正爱努力甲主连接到底。所以，这个得救的过程是要每天努力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。不是你这时的决定，讲我随你，你就永远得救，无这个代志。不是这个时刻，你决定你接受洗礼之后，你就得到了。圣经也有另外一个有较真极端的话题。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极端的话题。安息日。安息日。因为读旧约的圣经嘛讲，若无守安息日咧，就害死。在旧约圣经里面说，如果没有守安息日的，就要处死他。因为这个守安息日偌尼要紧的旧约。各位，这个守安息日在旧约里面是多么重要的事情。耶稣到尾要和这犹太人连结罗马政府甲掠去定，伊就是犯着犹太人已经求甲真悬，安息日都要守。耶稣最后被犹太人钉十字架，就是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。耶稣一摆又一摆伫安息日救人。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在安息日救人。所以遐个犹太人、法利赛人来找伊讲：耶稣，你犯罪啦！所以那些犹太人来找耶稣说：耶稣，你犯罪了。耶稣不认为伊有犯罪。耶稣不认为他犯罪了。耶稣佫一摆一摆继续伫安息日救人。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在安息日救人。耶稣竟然讲出一句话：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的。耶稣说：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。安息日为着人设的。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的。
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。安尼请问，到底是安息日对耶稣的立场来看，人较要紧，还是安息日较要紧？所以从耶稣的立场来看，到底是安息日比较重要，还是人比较重要？安息日为着人设的。安息日为人而设的。今仔日圣经讲叫咱都要守安息日。今天圣经叫我们要守安息日。各位，安息日，咱爱守安息日，请你对这个开始最要紧的理解。各位，我们要守安息日，但是我们要对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解。有的人直直甲这个安息日直直求啊，若无去做礼拜，爸母会骂，爸母会无欢喜，因为安息日守安息日最要紧。有人把这个安息日举得很高，如果我们没有去守安息日，父母就会责备。你安怎看安息日？你怎么样来看安息日？其实毋是人爱去守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遐尼要紧，毋是。其实不是人要去守那安息日，安息日那么的重要。对耶稣来看，从耶稣来看，几若千年了后，耶稣有新的解说。几千人之后，耶稣有新的解释。耶稣的看法是：人啊，你爱守安息日。人啊，你要守安息日。你爱去做礼拜。你要去做礼拜。因为人软正软弱，你需要上帝的话。因为人软弱，你需要上帝的话。因为你软正软弱，你需要人的听。因为你软弱，你需要人的爱。人爱在上帝的恩典的内面，人爱在人群的保护里面。人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要来在人群的保护里面。守安息日，这个安息日是对你有利益。守安息日是因为安息日对你有利益。不是上帝需要你，是你需要上帝。不是上帝需要你，是你需要上帝。所以安息日是你是要紧，上要紧。在安息日你是最重要的。这是耶稣对这个安息日新的解说。这是耶稣对安息日新的解释。所以一本圣经，伫无同款的时代，伊有无同款的理解甲发现。所以一本圣经在不同的时代里面，它有不同的理解跟新的发现。到底你的信仰，你会停伫倒一站？到底你的信仰停留在哪一个阶段？我望咱来继续研究圣经的道理。我希望我们要继续研究圣经的道理。要紧是搁倒转来伫耶稣怎样伫咧看这个代志。重要的是要回到耶稣如何看这件事情。这佫是耶稣讲的话。这些都是耶稣讲的话。耶稣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。”耶稣讲：“恁嘛是世间的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也是世上的光。”恁都要成做这世间的亮光。你们要成为这世界上的亮光。这问题是来了。问题来了。你的人生到这个，你有成做一拍光灯伫世人的面前啊？无？现在你的人生到现在有成为一个亮光在人的面前吗？耶稣讲：“恁都要成做一拍灯，照伫人的面前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要成为亮光，照在人的面前，互人看见你的好行为，让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就归荣光伫上帝，就归荣耀于上帝。所以，迄个好行为是亮光。所以，那个好行为是亮光。基督徒，你我咱逐日、逐个月、逐年，你有真正侪家庭甲社会的一个光灯照人啊无？基督徒，你我有没有每天、每月、每年成为那个好的亮光，能够照在人的面前？亮光，互人看见你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学生。亮光让别人看见你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学生。你伫外邦人的中间，要有好的品行。你在外邦人当中要有好的品性。你的所行所做，啊，互人感觉你真温馨，真有安全感。你说心所做，要让人家感觉到温馨、有安全感。基督徒若伫人群的中间所做，互人无安全感，你就袂当荣光上帝。基督徒，你在人群当中所做的不能够带给别人安全感，你就不能够荣耀上帝。所以今仔日伫这个遮咧讲到，洗礼毋是得救的保证。所以今天在这里讲，洗礼不是得救的保证，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是新生命的开始。咱一旦伫基督的内面，我们一旦在基督里面，都要成做新创造的，就要成为新创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了，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新的已经来临了。新的已经来临了。伫基督的内面，在基督里面，弟兄兄弟，你甲我，咱拢伫基督内面啦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在基督里面了。圣经内面一保罗一个真要紧的神学，叫做伫基督的内面。保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，就是在基督里。伫基督的内面，毋是
干那这个时随咧决定迄个时刻伫基督内面。在基督里，不是说这个洗礼、这个时刻就是在基督里，乃是你逐日拢伫基督内面。乃是你每天都在基督的里面。每一个人生的阶段，你努力互家己活伫基督的内面。每一个人生的阶段，你努力让自己活在基督的里面。你若伫基督内面，你就是光。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你就是光。因为耶稣基督是光。因为耶稣基督是光。踮伫伊内面的，伊嘛是光。在他里面的也是光。有光的所在就无黑暗。有光亮的地方就没有黑暗。因为咱真惊，咱来离开基督了后，咱的人生失了光彩。各位，我们很害怕，我们离开耶稣之后，我们就人生就失落了那个光彩。咱讲话互人惊吓。我们讲话让人害怕。咱的骹手互人无信心。我们的行为让人家没有信心。然后你就袂当荣光上帝的名。然后你就不能够荣耀上帝的名。在上帝的国度内面两项事。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两件事情。结好果子。结好果子。耶稣佫讲另外一项。耶稣又讲另外一件事情。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。耶稣讲，既然要做我的学生，你就逐日背你的十字架。耶稣说，如果要做我的学生的，你每天就当背起你的十字架。请问到这句，你有好好来背这个十字架对主啊无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好好的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跟随主耶稣？咱的教会无要干那团来教会得到幸福的人生。我们教会不是要团来教会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生。来教会就会得到永生的活命。来教会就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。咱的教会，咱不过传耶稣咧讲的话。我们的教会还要传耶稣所讲的话。你有背起你的十字架啊无？你有没有背起你的十字架？这个十字架就是你逐日的责任。这个十字架就是你每一天的责任。你袂当逃避你的责任。你不能够逃避你的责任。你袂当逃避你的角色，和你的责任。你不能够逃避你的角色所给你的责任。你的角色甲你的责任，你要背起来，欢欢喜喜用感恩来抛走对主的脚步。你要背起你的角色、你的责任，每一天用感恩的心来奔跑。然后对主的人有福气。跟主的人有福气。所以就去结好果子。所以要去结好果子。所以就逐日背你的十字架跟对主。所以要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主。逐日十字架拢伫身上，然后无论行到倒位去，互人因为你得到福气。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走到任何地方，让人因你而得到福气。上帝要对你讲。上帝要对你说：好啊，好过尽忠的奴仆。好又尽忠的仆人。通入来甲我3到5分伫天国的喜乐。可以进来跟我有份于天国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不是洗礼就保证。不是洗礼就是保证。是新生命会保证你。是新生命可以保证你。你若欢喜领受这个新生命的祝福。如果你高兴领受这个新生命的祝福，就有一个应允伫遐。这里有一个应允在这里。是啦，应允都讲洗礼的人会得到救。应允是这么说，洗礼的人就可以得救。但是不一定每个人得得到。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得到。耶稣讲，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，拢会当进去。耶稣说，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去。若无举十字架的人，如果没有举起你的十字架的人，若无结好果子的人，没有结好果子的人，耶稣甲伊讲：恁这最歹的离开我，我唔捌恁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这些做坏的人离开我去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你若欢喜学习，如果你们愿意学习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永远袂伤慢。永远都不会太慢。到最后，迄个甲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也佫甲伊讲。到最后，那个被钉在十字架旁边的那个强盗，耶稣仍然对他说：在一寡真特殊的环境的内面，甚至你无割礼不要紧。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里面，甚至你没有接受割礼也没有关系。在一寡真特殊的环境的内面，你无受洗礼不要紧。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里面，你没有接受洗礼也没有关系。因为耶稣对迄无洗礼、无受割礼，也佫甲伊讲。你今年要甲我入地牢门。因为耶稣对那个强盗没有接受割礼、没有接受洗礼的人，仍然对他讲：今天你要跟我进入乐园。那呢，有人咧挑战王牧师。所以有人挑战王牧师说：牧师，你讲这个是足危险的信息。牧师，你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。那你叫人卖洗礼吗？那这样你叫别人不用洗礼吗？侮辱我。侮辱牧师。亵渎我。亵渎牧师。我今仔日敢若否定一项，洗礼不是绝对的保证尔。牧师今天只是否定一件事情，洗礼不是一定的保证而已。
人啊，你会当遐尼骄傲吗？人啊，你可以那么的骄傲吗？骄傲到唔免来到是上帝面前认罪吗？骄傲到不用来到上帝的人面前认所罪吗？以你就要互咱会当徛伫正人的面前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认明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洗礼是让我们站在众人面前，跟众人说：上帝啊，我是软弱有罪的人。有人故意安尼屈辱王牧师吗？有人这样故意的扭曲王牧师吗？无，没有。我想洗礼就是互咱一个足要紧，咱要承认我是一个无完全有罪的人。洗礼是要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不完全有罪的人。所以上帝啊，我需要你。所以上帝啊，我需要你。主耶稣，我需要你的十字架的救赎。主耶稣，我需要你十字架上的救赎。这款的应允、永生的应允，我需要一世人牵条这个十字架的应允。这样永生的一个应允，我要一辈子持守十字架。上帝有上帝的任务要做。上帝有上帝的任务要做。你有你一世人要完成的。你有你一辈子要完成的。上帝救赎的应允，甲你一世人的持守，再念到阵，才会当做成得救的愿望。上帝的应允跟你一辈子所做的要连接在一起。所以洗礼伫这个遮开始信仰的第一步。洗礼是信仰开始的第一步。伫遮人开始谦卑。人开始谦卑。认罪。认罪。你知人甲人认罪，我若对不起，我伫伊面前承认我的错误。这个是阮两个关系复合的第一步的开始。认罪是人彼此当中关系复合的第一步的开始。所以洗礼是你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，要努力过一个新的人生第一步的开始。所以洗礼是你跟上帝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的第一步。毋望这个决志是一世人存在。希望这个决志是一辈子存在的。兄弟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这有一个圣餐。这里有一个圣餐。圣餐是对耶稣来。圣餐是从耶稣而来的。伊要对你发出一个邀请。他要对你发出一个邀请。邀请你入来有份伫上帝国的宴下。邀请你进来有份于上帝国的邀请。这个领受的片段。这个领受的片段。就是上帝国的实现。就是上帝国的实现。不管你是啥人。不管你是谁。上帝国拢表明。我听你，上帝国都表明我爱你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上帝已经对你伸手邀请，你会当来。不管你是谁，上帝都已经伸手对你邀请说你可以来。所以不管你是啥人，只要你若讲上帝啊，多谢你这么听我。所以不管你是谁，如果你说上帝啊，感谢你这么的爱我，我袂肯定，我不能够承受。但是我愿意领受你的恩典甲疼痛。但是我愿意领受你的恩典与疼爱。不管你是啥人，不管你是谁，你等下你拢会当来领受这份邀请。等一下你都可以来接受这份邀请。因为上帝疼世间每一个人无分彼此。因为上帝疼爱世间每一个人不分彼此。但是领受的人，你用一世人去回应上帝的疼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但是领受的人，你要用你一辈子来回应上帝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将我带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将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互我看到这个上帝这么疼我，让我们看到上帝如此的爱我们。亲像保罗所讲，像保罗所说，连我这个有罪的人的罪亏，连我这个有罪的人的罪魁，也佫会当得到你疼，还可以得到你的爱。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奇妙。上帝啊，我要用一世人来听你。上帝啊，我要用一辈子来爱你。白白得来的恩典，白白得来的恩典，我嘛要白白予人。我也要白白的给别人。因为这世间真侪人需要听。因为这世间许多人需要爱。今仔日是洗礼甲圣餐的日。今天是洗礼跟圣餐的日子。阮永福教会要用欢喜的心来迎接。我们永福教会要用欢喜的心来迎接。陈顺良兄弟。陈顺良兄弟，陈顺良先生。林凤君姊妹。林黄君姐妹。以及俊贤的宝贝孩子陈恩。以及俊贤的执事的孩子陈恩。我们将因摆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要将他们摆在上帝的面前。这是上帝的恩典。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愿主耶稣基督亲身对因发出呼召的声。愿上帝你亲自对他们发出呼召的声音。来跟对我。来跟随我。
你要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他们要得着丰盛的生命。上帝国伫遐咧等你。上帝国在那边等他们。我来祈祷感谢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献感谢。靠主耶稣的名。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这就是咱来吟诗，我做激动，袂得推辞。请起立。我做激动，袂得推辞，朝天落花，永远就是在无法度通救家己耶稣，我来救你。救你，我做激动，我心有话，家己努力，无法通说，自老无会说，我前天耶稣。这个时，咱要请陈顺良、林凤君来到伫头前的所在。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，
但我也要对恁两位讲，恁着信，恁若真实反悔，告别恁的信仰，搁伫耶稣的名来受洗礼，即个圣礼典就要诚侪你罪得到赦免的记号，搁表明圣神得到互咱重新搁来连接伫基督的印证。当恁要受洗礼，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，来应答我所要问的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你着活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？这是。但顺量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，搁愿你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搁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林鸿君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，搁愿你的神魂甲身躯，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宣告，恁已经受洗来告别恁的信仰。我活靠教会的头，也是大人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搁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福教会烧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信约的恩典。三甲来祈祷，全能慈悲的上帝，阮感谢你这么大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、查某囝进入你的圣会，愿你祝福因。用你的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，将你的恩典赏赐因，互因连接伫基督，搁得到主的充满，永远点伫你的内面。对试探来保护因，为精进信仰好的精进。愿你的快乐扶持因的软颈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，搁互因一世人会晓保持今仔日的约定。来侍奉你，阮的主上帝，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，为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，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对离开你的路，只教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。求你互阮的完全反悔，搁阮活倒转伫你，对当了解为真。你做你尽忠的奴仆，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是咱来小字洗礼。他在睡觉。有人带小孩子来亲近耶稣，小孩子在耶稣的身旁吵吵闹闹，干扰了整个会场。门徒要把孩子给赶走，耶稣却禁止
赶孩子离开现场的动作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禁止他们。任何一个人要进入上帝的国，就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，那么单纯。小孩子完全依靠爸爸妈妈，没有任何的疑惑。那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真的是一生之久，我们都要谨守依靠上帝，因为我们的人生很短暂，起落不定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爱跟扶持。那承认要做小儿洗礼，这个跟旧约有关系。第8天要去割礼，那这是新的割礼，藉由洗礼来表明他是属于上帝的儿子。我们在民间有人说啊，这个囡仔真歹饲，叫妈祖叫倒一个城隍爷做囝啊，其实咱这是出来和上帝做囝，所以他不只是你们的孩子，他真的是上帝的孩子。我们做父母的就是爱他、保护他、陪伴他，直到他长大，然后他自己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谢谢你，你做了我的天父。” OK， 今天你们要让孩子在这里做小儿洗礼你要代替孩子做信仰告白。你们信上帝做你们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，圣灵做你们的保惠师吗？你们要依靠上帝所赐的力量，将基督的真理跟信徒的责任教导他，让他明白，从小遵守上帝的道，然后在上帝的教会过合宜的生活。你们愿意这样吗？愿主赐福您及你们的宝贝儿子，2个女儿之后有1个儿子。圣灵帮助你们谨守这个约定。我们来洗礼。李晨牧师用水为你施洗，让你归入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。他很莫名其妙。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我们将这个小孩子接纳他进入这个教会，有份于新约教会的恩典。我们跟父母亲自做见证，也分担了一起保护他、养育他、教导他，让他合乎上帝心意的宝贝孩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永生的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有份于成人的洗礼以及小孩的洗礼。从这个洗礼，我们坚信一件事：无论大人小孩，都是耶稣心所爱；无论男人女人，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的宝贝。无论什么样的人种、什么样的年龄、什么样人生的阶段，上帝都愿意做我们的上帝，永远上帝在那里等待每一个人。我们真的把这个小婴儿交在你的手中，愿圣灵在他的生命里头运行，从他年幼的时候直到他成熟长大，亲自在你的面前再一次自己做告白为止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这是我请咱相互传，然后来。这是李进贤。几年前，伊也毋是基督徒，但是当时说咧，你什么时候得救的2年前。2年前，这个是外国查某囡仔，伊毋是台湾查某囡仔，马来西亚。来台湾读册，怎啊留伫遮？嫁互咱台湾英俊、佫贤、佫有贤德的青年人。生2个查某囝了后，即马第3个。外国人较拍拼生吼，咱台湾囡仔咱敢若无要嫁无要生吼。即马第3个。我甲你讲，若佫第4个，应该教会都爱1年爱包一个红包互伊。OK， 承恩，李承恩承受上帝恩典。这位是迄个顺良，有度量的量。咱真欢喜，伊伫今仔真欢喜。决志，人生对即马开始，好好成做永福教会的朋友，好无？好。互人因为你得到福气，但顺良，真顺，佫有度量，袂甲人计较，袂互人惊吓。黄军，皇帝做君王，黄军 ，OK。咱甲因拍一个扑仔咧，好无？黄军不同时伫8楼，伫华语。迄个俊贤甲小薇嘛伫8楼。迄个顺良，咱毋茫，咱中间有侪人加一寡时间甲伊讲话。伊伫台北、台中、桃园、彰化等所在咧走，总是伊欢喜选择永福教会，讲遮要做伊信仰甲心灵的大家庭的所在。OK。来，咱这个是咱来请中执，咱来接纳，然后请书记，咱的社会书记来将今仔日的这个水类证书，这是 baby 的洗礼证书。这个水类，这拿敢若迄个公民证的哦，拿到全世界基督教的国家都有用。这一张，那是真的哦。OK。顺良兄，伊甲我边啊年龄啦，所以阮目睭都爱看这读较大本的圣经，圣经较大本的都甲读互入去哦嘿。这个红军姊妹，报当时拢伫咧读，迄个中文甲英语的圣经，今仔日互伊一本安尼呀，敢若中文的尔。好，咱来请小会员到阵来接纳。Hello。真的，上帝教你，上帝祝福你。红军伊信主是对伊的妹妹来引带，妹妹幼如来，幼如，咱甲拍一个扑仔咧。妹妹带姐姐信主，幼如毋忙无久了后，原来会当转来咱中华。伫遮工作，都搁甲咱讲做一体吼。OK， 送花来，花咧，真人真好奇。来，迄个幼主，请你送互姐姐好唔好？这个规矩是由你而来的，拍一个扑仔。来，好会馆，
OK 愿上帝祝福你们一生与你们同在，也愿你们真的一生追求这个信仰，深化它，好吗？好，那个就拜感爸爸啊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下去了。咱过来吟一首诗，要修圣餐的诗，364首，364首。啉这个饼，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就跟我的永袂过枵过。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胜过我的永袂喙焦。咱会众敢若吟迄个这边迄个倒边 ，OK， 咱会众吟2摆，咱会众吟2摆，请咱起立。食这饼，这杯，就讲我的永袂过错过。食这饼，饮这杯，就讲我的永袂错过。食这饼，饮这杯，如果我的永袂过枵过。食这饼，饮这杯，如果我的永袂喙焦。好，请坐。当主耶稣基督受杯迄暝，伊有摕饼祝谢，咱来照伊的宽恕，来感谢天顶的上帝，三甲来祈祷。主耶稣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，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。互阮通过接纳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也会当通过阮领受这个属灵的培养，为成长伫你的恩典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侍奉的到阵来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
主要所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三甲来领受主的身躯伫咱的生命内面。食了后，耶稣佫捧杯讲：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即个杯是耶稣的宝血所甲咱设立的新的约。当咱若啉即个杯，表示伫耶稣的血、耶稣的生命进入咱的生命。咱的生命也欢喜连接伫耶稣的生命，请你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应允。咱三甲来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我伫遮要讲，今仔日你若用信心来领受耶稣的身躯甲伊的宝血，已经进入你，成做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伫基督内面，伊要丰富你的生命，
互你有健康的身躯，甲勇壮的灵魂。若是你今仔日心灵忧伤，通过圣餐，你的心要开，你要得到新的平安。今仔日若是你身躯欠安，通过信心的领受，我相信早期宣教师祈祷了，用一杯清水互人啉，迄个清水诚侪圣化，人的病痛得到医好。今仔日我也要对你讲，通过这个圣餐，你的神有救你啦，肉体、心灵拢得到勇健，愿主赐你平安。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肺设立的，因逐摆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平安，甲恁三甲同在，三甲来祈祷。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，互我领受你的圣餐，当来培养阮灵魂真的食面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真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国度的护士。阮的主上帝啊！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当以后会通荣耀你的名。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奉献，回应上帝对咱的疼。请起立，咱来吟奉献的诗歌。
请坐，下面请牧师来报告甲介绍。我看到幼如边啊，有2个朋友，咱徛起来，互大家人欢迎一下，好唔好？嗨。OK， 诗安哈OK， 唔知还佫有新的朋友无 ？OK， 遮永伟甲少庄，恁伫倒位？请起立一下好无 ？OK， 伫后壁上帝祝恁哈。嘛，咱常常伫主的国内面有份。今仔日除了是水利生产以外，嘛是咱总会大专奉献主日愿。咱大家的奉献甲支持会当帮咱伫大专学院的中间福音的传播，包括今仔日咱迄个带这信主的这个幼儒，那看你原来是伫大学的时，信主的是吗？所以咱这个今仔日的奉献，原来一个支持这个大专的事工。所以伫大学内面传福音是真要紧吼。牧师伫大学咧教册，原来拢伫遐拢伫咧传福音，是真好的一个工场。228固定假日，咱的办公室休困一日。咱3月初2的小会已经伫昨暝开了，然后3月初3礼拜后花季召开同工会，请花季堂这样注意这样事。3月初10，咱要开中级会，请中级准备咱的应该有的思虑，甲执行咱受托的工。第7点，即个遮伫咧讲到4月14，咱要庆祝60周年。60周年，咱迄个早起4月14，总会总干事林丰中牧师会来带咱的迄个早起的礼拜信息。迄个报咱要去大和屋餐厅，伫遐咱有2位国际性的兄弟，一个是顶礼拜伫咱遮唱歌，迄个原住民凄迷的盲人真好的歌者福音的使者，迄日会来，然后也佫有众灵接书的后生。是国际的魔术师，迄日我若会来伫遮，所以我想咱4月14，迄日伫餐厅节目会真好，恳求上帝引带永福教会进入60年了后，有一个新的面貌存在伫社区。伫咱4月14，咱要去餐厅食饭。即马咱就开始去办公室登记，好无？迄日会食了算真好的款，一个人头500块，一个人头500块，教会替你出300块，请你家己出200块，所以每一个人报名交200块，然后你厝内看有几个人要去参加60周年的餐宴，请你报名上煞交钱，安尼好无？所以有个人讲，我趁即个时我有遮尔出名的国际性的魔术师伫遮咧报佳音传信息，我嘛趁即个时教会咧大闹热的时，要请我家庭的人来，也是请我的朋友来，伊虽然无信主，我请伊，也是讲替伊报名，拢无要紧，每一个人200块。教会补300块，安尼清楚无？爱写名甲留电话号码，原因因为办公室有当时若有啥物代志爱联络的时，人名一倒拢爱规划好势，所以伫咧报名的时，一定爱人名然后电话爱留地，上煞交钱。OK， 这样事请咱注意，会请各团契。我想咱会用团契做中心吧，所以妇女团契开始，妇女团契然后家属几个报，少年团契一个单位来报，所以这些团契到时就规哪倒做一堆青年少年，你的厝内
若有青年少年，都互因甲遮青年人拢去做伙归队去。我想咱原来要营造互相的亲睦，好无？所以报名然后交钱，咱来确定到时倒数。桌我们的桌数，我们要安排那个桌数。咱这礼拜咱阁真感谢上帝。原来伫咱中间迄个伟刚甲佩芬，上帝赏赐因一个查某囝。因若来做礼拜，定定拢坐伫迄个所在遐。咱的彩虹生命教育需要新的志工妈妈请踊跃来报名。咱3月初3下晡，咱中华妇女部伫咱教会有迄个有聚会这样事请咱互相通知。特别一项要个甲咱鼓励，咱的办公室教育的长老有替咱订60本这本册《创世纪》一本册450块。我要鼓励大家，若会当，你去办公室去买就爱读。咱第一摆上课的时，尊荣长老就替咱读到30页，所以这本册真好的册，你若会当读了了，刻踮厝内，莫当你会听，拢敢若刻迄个地米甲迄个 XO 吼，咱若刻几本小可较有文化的信仰的册。你的圣经嘛，毋通干那刻踮刻甲迄个生火尘吼，定定拢会当伫遐摕起来读，因为圣经是上帝互咱的批。来，创世纪上卷一本450块，帮咱家己继续求信仰的进步。伫办公室。圣经课程，请咱紧报名准备爱搁上课啦。教会做事工，请咱家己看，踊跃来参加，搁替教会祈祷。特别伫这段时间，若替教会，咱家己顾咱家己，顾这个社区，顾中华县，那么恳求上帝，咱替中国祈祷。因为中国政府即马对宗教的迫害、对人权的伤害足大，这拢是上帝的百姓，咱无仰望，任何人受到吞踏压迫。愿上帝的神伫咱的中间，嘛伫因的中间。以上报告多谢。伫遮补充牧师头先报告的，咱迄个60周年，咱迄个自产的部分，因为有分家庭、团契甲个人吼，但是简单举例讲，啥你是青少年团契，你若无想要甲你的爸母坐做伙，你就去紧甲你的会长报名吼。万一你只互你妈妈帮你报名的家庭，你就乖乖去甲你爸爸妈妈坐做伙，安尼敢听有？好，安尼应该听真清楚啦，吼。好，安尼咱来吟圣诗541首，圣诗541首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听着分享，毋通丢除，快快乐乐传出去，听着分享，毋通放弃，把握机会传出去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
对这带着欢喜热情出去也福音的宗旨，就将听传出去，传三位一体上帝听这世间人的听，就传实你听世间人，亲像上帝听你一般的听。愿你手所做的工，三位一体上帝坚固伊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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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愿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新生命与你同在。请所有的长子，我们跟洗礼者一起来照相。请所有的中级老弟，咱甲洗礼者斗阵翕相。请大家兄弟平安顺行。咱一楼有地饼。请咱留伫一楼，互相亲睦交陪。一楼原来有淡薄仔物件，你若看你有欢喜，会当用少少的钱买真好食的物，所得到的当做社区服务传福音的经费。来，请长子现在赶快来啦！请长子现在赶快来啦！咱先甲所有的动作拢暂停，先来翕相，好无？请所有的长子一起来，与受洗者同欢乐，与受洗者同欢乐，留下我们的倩影。咱大家人拢尽量甲受洗的人互相请安哦，爱甲因交陪哦。